因为大陆冷气团影响，这北部甲东北部规工是湿湿冷冷。明仔载是拜一甲拜二，这温度阁会继续降落，可能是降到春10度。因礼拜的天气，气象署是表示讲，目前看来是无冷空气会来。礼拜透早台北咧落38雨，是湿湿阁凉冷。气象署透早发布大雨特报，基隆北海岸可能会向落大雨。毋但呢，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。中部以北、东北部、甲东部气温会降低了真紧，落雨的范围嘛扩大，愈晚会愈寒。24、25温度会降到10度。在桃竹苗还有新北一带都会有来到10度左右的低温，就是在蓝色区块的情况。其他地区大约会是在11到14度的情形。因此，在今天这波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下，其实越晚温度是会越低。另外，在离岛的部分，马祖也是只有8度左右，金门是10度，澎湖13度。大陆冷气团到位，上悬的时间预估会伫咧25透早，不过日下就会开始减弱，各地气温会明显回升，高温会到19至20度。因若26、27，华南云系向东边行煞，北部甲东半部，还有中部山区会有局部地渐雨。28连假的天气，目前观察也无明显的冷空气会出现。大约低温是在16度左右，高温是在20度以上。但是在后期，我们可能还是会因为水汽的影响，会影响到我们高温的表现。但是目前在冷空气的状况来看，目前的预报上是在后期方面是还没有明显的冷空气下来的形态。未来这礼拜天气要注意25暗时到26，西半部、金门、马祖，还有27、28，中部以北甲金门、马祖，云会较低或者是大雾，影响能见度。因若离岛的地区，交通往回都要注意航班的资讯，若塞车嘛要注意交通安全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